你安怎是爱选这个所在？哦，阮车开2年的时间，台湾阮就一直踅，一个乡镇一个乡镇，骑着摩托车，咱踅，发现这边是一上个，到这这边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哦，然后就来回5次， 5届，五届，就讲这应该就是这了，阮就安尼开始的，赞！啊，明仔载会当含你做伙来，欢迎啊！去了解一下。看你安怎种这个米。哦，伊是做一届3撮安尼啦。哦，伊是就用现场就马上就摕一个，敢若咧拔锁啊，共款甲拔起来呢。拔起来安尼啦，发给安尼，对。免用甲树林锁啊啦，安尼就好啊。安尼就好啊。啊，这是咪皮啊？这是皮啊吗？皮啊嘛这不。是呢，这不是呢，这就真正稻啊呀。这对于咱台湾来讲，这个是比较长得不好的状况。安哥哦对日本来讲的话，对啊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取下来哈，嘿，拿来做发酵的东西。だって里面这个可以做酒酿跟味噌。啊，所以讲你这是优先的土地啦。诶，这基本上我们比较特别是无农药跟无肥料，我们把这自然农法。伊无肥是要安怎大？无啊，伊家己大啊，这些自然长大的，像讲咱人其实免特别吃什么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会长大，自然也是一样。嘛是安尼。伊家己的大汉。